靈修2025年6月9日，親愛的弟兄啊，神既是這樣愛我們，我們也當彼此相愛。從來沒有人見過神，我們若彼此相愛，神就住在我們裡面，他的心在我們裡面，得以完全了。約翰一書4章11至12節。神既是這樣愛我們也當彼此相愛。約翰一書4章11節。這節經文提醒我們，神的愛不是只停留在我們身上，而是要藉着我們彼此相愛的生命流露出去。第12節更說，從來沒有人見過神，但我們若彼此相愛，神就住在我們裡面，他的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。這真是令人驚嘆的事實。世人雖然看不見神，卻能從我們基督徒彼此相愛中，看見他的愛與同在。我們怎能配得起這樣的託付呢？在我們的軟弱與有限中，靠自己實在難以活出這樣的愛。但感謝主，他是愛的源頭，他也樂意把他的愛澆灌在我們心中，使我們能靠着他去愛、去饒恕、去接納。初夏時節，萬物生長更新，願我們的心也在主裏被更新，讓彼此相愛不只是教條，而是我們每天的實踐與見證，使這世界能真實地從我們身上看見那看不見的神。我們來禱告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感謝你用無條件的愛我，為我捨命，使我可以成為神家中的一員。主啊，我承認自己常常無法真誠地去愛人，有時也覺得自己的愛力有未逮。但你說你就是愛，你的愛能夠在我們裡面成全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求你每天吸引我來親近你，從你那裡重新得力，讓我能夠活出肢體彼此相愛的生命，成為你愛的器皿，使身邊的人能從我生命中看見你真實的同在與榮美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